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lk 11月天蠍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天蠍座11月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天蠍座最近身邊可能有人對你有興趣。不過我會見到你對對方感覺就唔算係好強烈，你唔係話討厭對方嘅，只係覺得你哋嘅互動冇乜火花，甚至係有啲悶。咁可能你哋工作上或者日常生活都仲係要有來往，所以你唔想太直接咁樣拒絕對方，驚會搞到好尷尬。不過你心入面係會想保持翻個距離，唔想對方誤會你。咁我會覺得有啲天蠍座甚至會反思，點解最近好似對感情冇乜興趣？明明有人對你好，但係你又好似冇反應呢？咁我會覺得其實你只係最近嘅狀態比較忙，好多嘢要顧，例如係工作、生活或者一啲嘅責任。咁去到11月，你嘅情況先會好返啲嘅。咁不過我就會覺得，唔需要急住去發展一段新感情，有時可能趁11月重整翻好自己嘅狀態先。有啲天蠍座最近喺感情經歷緊一個好大嘅低潮，你可能喺一段關係入面好冇安全感，會成日亂咁諗嘢，會喺度諗會唔會係自己太敏感，又或者係會好驚對方係有嘢係隱瞞住自己。咁我會見到你其實已經好攰，心入面都有想放棄嘅諗法，但係你就唔想面對。而且我會見到你同你呢一個對象嘅關係，唔係話想斷就斷得到。雖然對方可能真係有嘢對你唔住，但係始終你好中意佢，或者係你哋之間有一個吸引力喺度啊！我見到呢段關係唔係話咁容易話斷就斷，個心理唔係好容易可以放低佢嘅。咁所以我會建議，如果而家真係斷唔到，唔緊要，但係嘗試暫停一下，可唔可以大家唔聯絡、唔見面一段時間，甚至係你去個旅行，等大家距離拉遠啲，咁你頭腦可能會清晰啲，諗清楚究竟而家你哋係咩狀態，又或者係你想要嘅感情究竟係點樣啊？咁到最後，我見到有啲天蠍座最近對一個對象係有啲好感。咁一開頭咧，你未必對佢有特別興趣，但係相處落，你會發現佢俾你嘅感覺係好真誠，相處好舒服，你好似可以放低戒心咁樣，慢慢你就會想再打翻開自己，重新去到相信感情。咁你之前可能曾經試過受傷，甚至係放唔低一個人啊！你係嗰種你認定咗對方就會好投入，用晒成個心去到愛人嘅。咁所以你之前會好驚再受傷，咁所以會刻意同人保持距離。咁不過呢個感覺去到今個月咧就會慢慢淡返，你會開始覺得可以相信其他人。咁尤其是如果你身邊有個對象出現咧，喺11月尾，咁呢段關係係有機會可以發展成為認真、穩定同埋長遠㗎。天蠍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